咱最不敢 update 动态哦，有办看他的身高。没错，没有人像我们更用心的。我们今天就是节瓜姐妹装，哎呦，你就给上，对有很用心呢。马上下天，马上切开才知道。萝卜的皮也有很多营养素。包你要别括做在熬的边不要做戒指做哦。对对啊奶奶咪啊讲出来。有啊，真敢改。哎，你破雷了，你破雷。干地啊，干地你把我太公你这个公分呐，而且加上你的头发183。哎，那个长豆呢？哎呦，他的30公分。对啊，波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安怎嘛讲？波笋茭白笋，美人脚，哎，美人脚，美人腿脚会有点味道。对啊，会有。这也是一口吃吗？哎，费兄很轻松哎，这边忘记打肉毒了。哎，你们也都鼓起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要来煎面线，不要吵人。对啊，动台上呢，在录影哎，OK。呀，哦，你只会编呢，不要编呢，大家醒一款哦。好了，来了你，们两个男的可以冷静一点都吗？厉害哦。你这个要不要去肠泥？你什么时候对我那么好哦，啊？挺抽我呀！因为他想吃我们的虾子。嘿，你们好大家啦！ Hello，各位電視機前面嘅廣東朋友，大家好，韓語所要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民族。係中白強，今日同歡喜呢來到聽嘅新竹嘅竹東也特別特別嚟到一個，這邊呢是出高顏值粉，嘿，真的很高哦。真的。好，現在分享到今日評審欣賞，馬上來分享到嘅係錢玉鳳、錢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馮偉，大家好。然後咧，分享到係劉謝玲劉師傅，大家好，我係雪丁。高顏值，真嘅。謝謝你的誇獎。對，好，三號人呢，就分享到也風吹嘅潛水站，我也做呢係兩姊妹哦，分享到嘅係小珍、劉依婷分享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好，聊下咱除了分享到係阿古老七哥哦，強下來哦，嚴明玉還有嚴啟夢。大家好，係咪經驗非常高？咩？講香港冇講嘅話，會鬧到人係兩公婆，係咩？嗰個也露台嘅來嘅，我大哥還呀有嗰個嗰陣老嗰個應該檢查動到歲吧？ 23歲，你看，哎呦，老嗰個才23歲，哇！ 18歲降到42歲，哇！哇，雪玲姐加油！中鄉有幾多隻兄弟姊妹？是大了，哇，厲害漂呢！白哈，厲害漂白，我就跟你說豆哈，肉會上嘅冇按豆啦。啊，看竹東，我就跟你說，嗯高顏值、高產值。產力的部分，對，三號先問一下，要到我們的小詹姐、老依婷姐都要主動用乜嘅後教、後色、後料，之後老太太燒雞嘛。那个客家的板条真的非常好吃，哦炒板条在竹炒板条东，对，哦在竹东可以吃到。還有嘞，还有一个上品老街，蛮适合大家假日来玩玩。我想問一下，兩位姐姐都會做欣賞嗎？哎，教什麼呢？我现在教窑烤料理，哦，依我是婷姐，教健康饮食，健康飲食，对，哎，我们今天好有口福哦，真的真勁哎，懂真的哎。所以待會的飲食也會特別注意一下，對不對？对，對，好，好，來看一下，好期待我們問一下吼，來度吼，竹東兩片，聽說伊搞，聽說伊食嘅東西就嘛嘅，也是，cái地位都有嘛嘅，做啲推薦大家，看你食鹹啊，食甜，食湯也有啊，食鹹味好咧。牛肉麵呢，他的私房店，哦，他剛剛想要講嗎？講出來會排隊，大家都我就買不去了，到了。對啊。阿姑做得到大家講一下，竹東漢就買好高好料嘅。啊，休閒到嘅哈，就得去那個就火車頭後邊開始當窗了嘅一個河濱公園，呢位哈要講乜嘅像生態嘅東西，嗰個發動醬，非常嘅正。啊，今年吼，基隆山係老師誒，你們兩個不能掉以輕心哦。好，三號嚟看一下，提出料理色彩係乜嘢哦？來到竹東吼，提這罐具體嘅食材打開了本大家看。哇，你係節瓜，哇，要節瓜凍醬哎。有兩種嘅色目。對，而且節瓜呢，講真也，很多法國料理是吃它的節瓜花，含它龜哦。哦哦，要節瓜，等下這個。也算養生料理哦。當然咯，吼、好，來分享到呀，中日節瓜嘅牛年，分享到係車熟鹹車太子。哇！好，來來來， OK，你好你好。依係瑤中嘅瑤中，
系啊，俺做港田人咩，一款做港田，一款要做后中某，要后中嘛，哎，中嘛东西都要防范啦，对防范超清澈给最适合的生长环境，哎，就没问题。也合适中东呢，哎，看凉爽的位地方，跟我一样喜欢凉爽的地方。嘿，哎，那凉凉咩，它黏黏住蓝蓝咩，它蓝的发，哎，就黏住黏乖乖，就像要摔呀的。所以它就是温室里的节瓜。其实我跟你讲。正确的季节，你种错时间的花哈，就周围的个哈，不是一定都温室里会种。嘿，对。这挂吼就买已经用了嘎切啦。哦，我讲哈，姜皮的，我唱好民族按的报纸按后的生出来的，我都识记。啊，我都是吃节瓜牛奶长大的。真的哦，那这2条就不用介绍了。等一下，我加很多。来，要用的土长係較好、較甜的啊。ที่拿豆干哈，一天好慢圆，有一些硬土，硬长，安尼哈，安个苗豆鸡哈，还有一些弹性，Q 多给我感觉。Q 多，还有一些硬安尼哈，按这样齐安尼啦，这样形的东西，哈，按尼按刨皮，不管我刨除时要切皮嘛，该就好处理，安尼。你係咪沒有啲嘢？我沒有啲嘢。我就啲糖油我不開橋，我哋俾啲摸先做前橋。對。好，啊，今日帶了嗎？料理搶台起來。好。來，大家一起來減肥。好的。要清簡單的料理。哦。用烤的就好嗎？哎，這個是很考驗食材的。這種逢天不開有烤箱哈，不用落去哈。對，等的。幾分鐘時間，1分鐘。因為佢上身咩周圍的啦。你用完凍水哦。哦，冬天咩？而且其實哈，節瓜我有上身，我配咖我不會烤，我烤的變苦的，為什麼？太叫啦，佢上身咩周圍的啦。哦。係。你節瓜好選嗎？好選。有幾多好選？食到在胃天痛。真的哦。來，阿顧房已經講。當好食。哦，它就统做个冻好咸，哦，真的好吃，它有个后味甜甜的，对，它回韵，对，你到舌尖舌根舌中味道都不一样，全部共用，全部共用啊，冇共用啊，好好吃。好，今日來到竹東，就要拿下菜地按餐台嘅節瓜來做鐵館嘅料理挑戰咯。木卡好明星，大家家庭都有生起自家嘅好明星。用隨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菜地嘅指定食材，做出自家嘅素路菜。到底哪家嘅面試會較上癮呢？準備拿出人嘅好本碟，一家之主送菜嚟。第一關呢，就要用節瓜來做比賽，沒有人像我們更用心的。我們今天就是節瓜姐妹裝。哎呀，你這個上你用一種節瓜，很用心呢。哎呀，對啊，馬上下貼，馬上下貼，要切開才知道。好了，今日催名係乜嘅？大漠風情節瓜。大漠風情節瓜，聽說我們都會罵名。黑咯，那猜猜看嗎？你把大家那個影響到，連取名都猜不到了。聽開問題係嘛？係啊，錯咯喲。哦，現在看一下，攬水哈，攬水不愛 update 動態哦。用辦公看他的身高啊。哦，攬水今日做嘅料理係乜嘅？七千插節瓜。哇，從高處傳來的聲音好像是七千插天堂來的嘛。對。好，大家有信心嗎？有。好，不管用的呢，沙丁好了就變起來了，拿出兩個實力來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哦，開始哦。我們這隊真的用心，大漠風真的是節瓜裝。他看襪子也是節瓜裝。黑咯。嘿哦。對。好，我們就先去看一下節瓜吧。好。看節瓜，看有甜麼哈？哎，我們這一組真嘅努力會，我先請我們小詹姐來老太分享一下，我們這道料理有哪一種？我會把這個節瓜跟胡蘿蔔炒在一起，然後用一種叫孜然的香料來調味它。大漠。對，因為孜然是新疆的人在用的這個香料，他們最常拿這個來烤羊肉。我先刨一點點皮下來，那因為這個是友善農法的食材，那我們原則上都是吃全食物料理，所以原則上我們不太把食物的皮刨下來。不多留的。對，但這個等一下有用途的。哦 ，OK， 好。難怪你也皮拋頭按用心，我想說奇怪，怎麼跟賴地頭一樣？哎，對呀，來了，覺得很壯士哎。沒有，我其實是刨一點下來，是等一下要用的。蘿蔔的皮也有很多營養素，如果刨掉的話就很可惜，會吃不到。要懂得營養素多啲啊。我懂你的意思，又學了什麼？兩面都很多用途的。對啊。大概。從兩面做在熬的邊邊你要說做戒指哦。對啊。奶奶，咪
讲出来。有啊，就咁解。破雷了，你破雷。啱唔啲啊，破啱梗，你把我破梗而家正經唔啲啊！哦，冇，你跳翻啲，泰国你这个公分啊，而且加上你的头发哦。 183，哎，弄个长豆呢，係哦，差了30公分。那小詹姐今天怎么没有带你这个颜色的节瓜来呢？没有买到，没有买，虽然我们那个启梦哥看的距离比较远，景他没有他看看得到啊，它是服饰。不是啊，對。那頭先呢個用嘅食材吼，牽動注意哦，你應該油哦，係自家帶到一個橄欖油係嗎？这个油我会用橄榄油，因为节瓜比较适合用橄榄油炒，因为一般的沙拉油会有一个豆的味道。好，那橄榄油的味道跟它比较适合，所以我们特地带了我们用的橄榄油来炒它。哎，依婷姐，等一下是送窑烤的部分嘛哈？好，不是啊，依婷姐给她做孔天的部分。哎，哦，我搞錯了。什么叫做健康老师啊？健康的管理，比如說有人有糖尿病啊，我哈，講屁耶，減肥嘅做對嗎？嘿，講錯嘅，就會其實哦，一個定等下讓潛解哈，因為這種音哦，可能是小小哦，但是吃錯東西，可能哈哈好低，嘿對不對？嘿反而更肥。就是我一直少吃，就頂落一頂推。我你懂得哎，被你是凍到啦，係啊，正經。冇一啲生狂雞片好咧，皮到梅頭咯，哈。米頭出來了，來，因為馬上有 K 到兩片，反正不是我，幹嘛幹？站在我們阿哥的身體哦。哦，哎呦，又顧哦，阿顧且顧哦。泰國你還種乜嘅啊？我鋼天，鋼片，你種種買你種買我種香米，小米，香米是不是？哇，哇現在農夫都這麼帥嗎？對啊。不見得我。想問一個問題，嘎斯你也槓肩哦，不見得那你離地面的距離很遠呢，你的腰很酸吧？能夠空氣又好，又好活又啊！好啦。好這個張伯謙不知道，你竟然講一個我完全沒有感受過的事情他完全不知道。啊，應該頭毛都用冇生氣炒咯，那個香菇冇生氣炒。種啊下去，喊你度半熟嘅小當種咧，用菇兒炒過好用哦。啊，人家不用水嘿，對，冇會全部拉係嗎？一點點水，哦鍋蓋蓋。凍鐵邊咧，哈。讓它煮熟。對，做乜嘅？加토마토啊？潮色喊佢要料料嘅蒜梅，安尼節瓜冇乜嘅梅頭，喊你鉗埋香其實乜嘅梅你。就乜個米頭啊？請問你們3位脖子會酸嗎？用吧。不會啊，你是差不多。係啊，唔會啊，我們一樣高啊，差不多泰高啊國你幾。多公分啊？而且加上你的頭髮哦。 183 club。哎，弄個長豆呢？係哦。差了30公分。係啊，冇一啲生狂雞片咯，哈。等下過來。哇，哎，是去炒哈，冇加水哈。哎，我加水，然後小站拿同節瓜哈，按嚟切，哦，像輪子一樣。用呀中間切開，嗯，因為用把喏，節瓜規片嚟食，看對老人家聲音嚟講哈，看硬硬，嘿，按嚟切哈。較好食，適口哎，感。較老人家聲音食的，較順。會不會太小？該波本來是愛食啊，其實不用很大火，因為沒有要炒焦，就是要炒到它熟，炒到它的那個營養素出來嘛營養。素出來，它而且有知道太高溫，可能營養素也會對，也被會破壞掉會被破壞掉，它的對纖維質。对，然后再来是一个高温，就会很多油烟要擦那个抽油烟机啊，很麻烦。我們省了這個。对，这里沒有，但在家里就會需要處理那個，所以盡量都是用中低温來做料理這樣。我的你也批哦，所以等一下長得濃係嗎？對，等一下，這是個秘密，等一下。哦，秘密啊，好，冇一啲生狂雞片咯，哈。啊，有時間哦，哈。好，夾夾哦，夾夾。好，打開。哎呦，哇，好香哦！葫蘆的片葫蘆，要吃米線嗎？唔茫，五彩繽紛來哦喲，。來試下米頭。哎，問一下吼，呢係兩種嘅菇係嗎？係，好。今日嘅菇，波特菇係嗎？爆五菇到上上嘅香菇，哦，我拍頭應該眼睇你，我拍頭係波特菇咧。要黏梅嗎？很假哦，用假嘞。係啊張，伯謙，你要走馬都會很假的形象。其實應該是在下面啊，用聽啦。係啊哎，，真的好吃呢。好吃哈哦，那係因為節瓜吼，基本上是凍好食嘅食材啦。嗯，對，清炒啊，加一點簡單調味是凍好食的。我來吃。的鹹度。哦，你很會。
哎，我刚看到粉红泡泡呢。对啊，又好。公平一下。哦，你不用喂我，谢谢。这里还有一个，总的啦，我等下让色啦，你要总的。他会害羞，赶快金眼峰峰哎，今日做到暗酱啊，用伊嘞啊。他喜欢高的。你要系互相。你有冇讲？其实咱爱讲，你有冇讲？胡椒粉。白胡椒的个，啊，梅糖冇強濃係冇？你有冇講梅糖啦講？你莫会让你讲秘密。他突然间变得魔嗓音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盐，好了 ，OK。哦，差不多了。哦，三人錯嘅。啊，差不多你後冇一啲升紅雞片啦哈。好好 OK。我们来试一下。所以主要调味就是那个大漠的那个新疆的那个孜然吗？粉，大漠这个今日做啲冰強多嘛，好冇？一些有一米有辣都好。对，易婷老师给做的种米头啦。那小詹姐今天怎么没有带你这个颜色的节瓜来呢？没有买到，没有买。孜然按钮就拉来吗？好，那我们先倒数了。按差不多咧哈。烟草马上去了，倒数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时间到，马上出来吃吃看那铁管地度乃不开米西卡好食嘞。好的，第一次料理呢，拿要给节瓜来做编发，既简单，但是又吃出它的清甜。吃吃看我们这一组，要感受在大漠的风情哦。哦，它就大红的是菜，圈切的半圆形。没错。我要大批孜然粉好厉害哦，好好吃哦。个节瓜吼嫩嫩的，风吹条切切的。那吃到节瓜大批个孜然粉，当沾到诶，当提出加个起甜米啊呢，很清甜，很清甜。孜然粉会把它的味道更凸显出来。对，而且小安姐一吃孔条就要吃出原食物，简单跟营养全部会吃到。不是只是吃好吃哦，要吃营养才是我们这一组的真谛。谢谢。啊，咱水是做风水做动用办，不会做的。不会做的啦哈，因为芒是都咱水做的，你下试看，来。希望吃出蓝队不一样的高度。好，一定要很高哦。对。风水家下炒出来是胡萝卜素，啊，安利和咱水炒出来是茄红素，全系冻矿强哦。懂沾这个。好吃哎。全部都全冻 juicy 哦。丽婷姐吃到酿版，蓝队这个组合搭配很有那种开胃，就是开胃，嘿更好吃了，这种吃鬼斗饭，对，就是在嘴巴里面有好多种味道，很多种味道。哎呀，我吃到会冻聪明哦，因为节瓜本身是起来甜甜的，哎，放到个 tomato 酸甜甜的，好好吃哦。哎，马上想到做的安用皮啊，菜名去出来，青菜煮诶。哈，他太对，青菜猪按后生啊，对了，中下人呐，当天会配饭了，茶饭了，味道层次感很够。韩国哈，Andy 美容的原型食物了一种，是哎，真劲。好，今早的时间马上就会都留，提前先来抢起司夫抢分数。啊？你不是嫉妒身高哈？没哦，然后来看一下谢玲姐抢分数。好来，起司夫抢公平。抓两道菜嘛，东南拼啦，我基本上拼嘛个拼个梅头甜啦。哦，因为抓的梅头现在是道比较特殊的方法，孜然粉捞该节瓜又搭到，所以佢的梅头又出来啦。抓片呢是正常的用拌面呢，佢个炒味过程的层次含冇分明甜啦。所以你建议系香菇一块时间冰。嘿，我建议讲，从了以后节瓜做咧生煎果，煎果以后本去炒的时间按个冰tomato冰去，让冰香菇落煎，就简单。其实抓片的做法和做咧改良一下，小小建议了，从个节瓜呢，咩做咧捞去煎果，煎果本去个水分缩到里面，去吸到去，水分溜溜吸到有口感啦。所以我基本拼的是拼梅头安用饮品啦，吼，希望。啊，谢玲姐让 Andy 公转来。那给你偏的米他喜欢胡椒粉。我以为他喜欢小鲜肉嘞。我比较喜欢胡椒粉。对，他喜欢胡椒粉。没，不是，这是我个人呐。
要有公平呐。你今天我是觉得，吃豆鸡的平常冲的自然粉平常冲的滴滴的啦，已经味道出来了。你放轻一点点的话，味道会更突出它的节瓜的甜度。这边我为什么给他？因为他说他是务农的。这个才是真的下饭的务农的下饭。你喜欢真男人？没有啦，其实它的味道真的是，它层次感是很多。它有加入番茄进去，那节瓜的甜度又加一点点那个番茄的酸酸的感觉，那种还算味道很搭，又不用起烟叉。跟色喜的做你哈嘎米西嘛，对，2对都是很清淡的。不是说很油腻的，各有特色，对，各有特色，对，温度后都某有，各得到1分这样。不过节瓜呀，已经按暂定位色出来，除了走马变化呢，你们就可以和谢林师傅带来马4个料理而搞大家嘞。种葡素卤菜。好，又到谢林师傅了表现的时间喽。谢林师傅今日带来料理有多么名的嘞？节瓜咸菜肉卷。节瓜咸菜肉卷，又把食材讲完一半了。对，来看一看色彩有吗？有节瓜，一定有节瓜。有没有节瓜？你咸菜，你咧，你嘛该，等下蒜头辣椒的姜嘛。你节瓜咧，我唔免用节瓜一样天天，我要用红萝卜捞莴笋。2碗呢？你嘛该粉呢？5吃头麻豆浆，它就肉啊，煮肉哈。2个鲜肉俩，我俩全部放落去，唔是用油。怎么个安用去？我上放落去比煎熟了就好诶。好像牛舌饼哦。好像牛舌啊。有点想吃哎。对啊。容易嚟过水安尼甜甜。对。所以挺错安用泡的吗？咁冇咯，你都共样的泡，就安尼腌泡甜甜啊，冻简单就安尼。咸蛋泡啊，要有一个力道啦。对，它要有一个力道。好，牛舌饼也是，这个也是按着这样子按下去。蛋肠学的。这样要加麦芽会更好哈。有哈。来，这样子就这样一片一片薄薄的一片。就这样。你有看过那个7月半吗？没有看过。我觉得比较像和朝天凳，你有看过吗？来，这个猪肉。猪肉来先涮一下。猪肉。小詹姐有问题可以问哦。我以为是要干煎呢。不是，猪肉涮一下。这个就是一般的火锅片嘛。对，火锅片，加随手可得的食材啦。你把母贴走在母。哎呀，台干莫考到安宁静哦。虽然我们那个启梦哥看的距离比较远，他没有擦，他没有擦，他看得到啊。怎么样？他是俯视。俯视啊，对。莴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莴笋茭白笋。美人角。美人角。美人鬼角。角会有点味道。对啊。这也是一口吃嘛？非常的轻松哎。这边忘记打肉毒了。你们也都鼓起来是什么意思？现捅的全熟可以吗？那你要捅熟，我等下都爆啊，都是湿的嘞。哦，所以今天不炒也不炸。对，这个像余温这样子，香港一定要咸微熟好诶。所以你是堡垒嘛哈？等下煮什么？你看是嘛个？你要形容哦。我才不是小白兔嘞，做嘛该有一片一片啦。一片一片去，你冻加就熟啊，等下系清甜鱼的饭。我去火锅店啊，我都是贵盘落去。贵盘落去没有它的口感呐，安尼样有口感。像入腹。咩听说要用猪肉片啊？牛肉片没做得，那今日就用猪肉片。猪肉片当起我全部当一切嘞。所以同个猪肉片个实际不是加米酒嘛？不是，有我加有盐一滴滴嘞啊。肉我有冰一滴滴嘞。生的瓜没有煎哦。唔系生的瓜哦，你系节瓜。全部煎过啊，煎又熟了呀，湿的啦，怎么都冇熟啊。其实雪玲姐呢，都力节目当中是一种。我们是给他非常尊荣级的位置，只有你都会做料理的时间，我们不计时，实际上30分钟哦，都还不计时。完嘞，你系个莴笋，拢用当季的食材下豆啦。我要有没一红莴笋还有另外一个名字，莴嘛个？美人白笋吗？莴笋茭白笋。美人角。美人角。美人鬼角。角会有点味道。对啊，会有。来自香港的样子。你一下就熟的，你泡泡的一下就熟的。其实在上学没走的。对啊，走在上学的。你这个种的呢？走在上学啊。马上种的。这个炊烟种。走在上学。走在上学。走在上学。是看。
哈？可以看好什么？韩国用吗？没用呢。哎，一口水呢？真劲哦，但是总得分享，因为我两边都吃过了。故意的。哎呀，我老这挂没见过。董雄哎，哎，见过机会出水哈。嘿，吹滴滴的水啦。我们听听我们的议题是健康营养老师的共饭，安永粥饭，它有什么优势吗？跟咪呀，安尼个有食欲啊，有讲哈。嗯，大家来看一下快许点哦。嘿，快时间了哈。我主线用节瓜、红萝卜，等下红萝卜会渗透出来的色自动好看。哦，肠道短啊。对。有肠道短。啊，做嘛该听说会加咸菜啊？还有咸菜，还有米线，我哋全部不用咸它吗？也比较客家味啦。对，还加米线啊。啊，捡起来还做咧看到地北都的风吹条呢。嘿，可它要剪钩吗？唔是剪钩，应该是缩的呀。要串起来吗？唔是，就安尼去做。哎，怎么给基本腌起来呀？阴的哈。啊，因为见过就有出水，嘿，佢本来是不腌的啦。看应该好事嘛，给牛啦，自家做变法。牛没做得啦。嘿，嘛个牛做得啦，只是看这个好生用的牛。小詹姐吃的嘞，因为小詹姐她也是很强调原食物跟饮用的。安永吃的粥饭有符合你的标准吗？什么建议吗？这样一定很好吃的，一定很好吃。有试过安永先煎起来吗？有试过吗？有，我也会刨那个片做意式的沙拉哦，所以那种刨法很好吃。啊，师傅，那地北都嘅咸菜啊，假使冇加咸菜，还做啲做其他的东西吗？做得啦，你系冇加咸菜，你做肉片做好了呀。我发现你最近非常爱卷类似玫瑰花系列，是吗？最近可以没真给谈恋爱啊？应该会啊，你看他的穿着就，哎呀，冇强壮呢哈。热的东西冇讲。哎，下一次会不会直接寄炸弹来啊？哎呦，是铁，强豆了，让它倒落去。好，冇问题。注浆哦，哦，快去注浆啦。这样听说会炒过，就会香啊。朋友吗？冇哦。哦，冇好呀，哦，啊，你还会炒过嘛？哈？梗有炒过，不用来用下炒啊。哎呀，安尼啦，全部不用哈。哎，全部不用一半，酱淋在汤。公错的不用一半吧。你懂那种每一次我们在这边师傅一直讲话的心情了哈。哎，要听不听都很难抉择的。安永不用做的吗？做的哈。哦，全部你还不用吗？哎呦，梗不用。全部。嘿，梗有不用。木桶都来哟，自己试的意思啦。哦，爱自己来啦。哦，那位哦。哦，那好，安神好嘞。其实这个就是糖醋酱嘛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按多嘛个酸辣酱啦。嗯。从个钓底个做个京都排骨诶酱。我妈煎鱼的时候会淋。OK， 好了。哦，九得啊。那淋上了一点。哦，你有淋没啊？嗯。哇，好有艺术感哦！就这样子就好了。等一下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按石头。哈，哎呀，强豆等按插吧，你煮都按辛苦呢。对啊，按辛苦啊。我觉得有点搞笑。哎呀，我煮都按辛苦，哎，莫讲个摆好吗？哦。哇哦，节瓜咸菜肉酱，安永就好食咯。谢林师傅跟廖连片说，雪英姐这道菜大家都想吃，你真的是大家的菜，抢破头，真的。嘿，那先出题菜非比菜好不好？都可以啊。客家谚语：目前方言食太瓜，卡上又卡下，黑马个意思 ？A. 自作聪明 ，B. 自曝其短。哦，先猜拳好吗？好，马上猜拳，我们猜拳。好，剪刀石头布的时候才能。我怕我们派启梦哥你会吓到。剪刀石头布才能出哦，提早出赢了也不算哦。剪刀石头布。哎呦，没关系，来你先选，你先选。自作聪明也自曝其短。他旁边的 B 哦，哦，到底答案是 A 也是 B 呢？答案是 B， 你要记吧，意思是七届目前有上学，有钱应该一举一通，简直就是自负其短。来，先付你哈。拿这么多盘子，我觉得工作人员有他的意思。这意思是讲，你等下日杀两盘呐，
哎，该酱听出来温度哦。师傅煮安球哦。等下酱了，现在是原味。好，这也是一口吃嘛。你看你冻酱一款哦。没有。有哈。哇，哎，非常的轻松哎。哎，这边忘记打肉毒了。哎，你们也都鼓起来是什么意思？好脆哦。外背个节瓜啊，它就烘出来啊，都很去那种油味，很清爽。虽然它包那么多层，但是全部用按切，最外面又有个鹹菜，然后把它酱料给它点缀。节瓜的甜啊，跟那个客家酸菜的酸味搭在一起，真的很棒。是都该又冻酒是，啊，又搭配个酱汁落去是，拄好酸甜带一些微辣。哦，所以冻好是安样的啦。眼睛看该我冻。感觉糖多哦，佢全部係按落去切架哦，用吧。酸酸甜甜，还有一点微辣。哎，佢挑到冻哦。我觉得两个合作无间呐。对吗？对啦。好啦，总共那2出料理，大家都不看呢，都做得来吃周宽呐。重点是什么呢？堆死而是堆耶，也得够吃，这些都是很当季的。啊，鹹菜呢，1年4季，它今年不卡都會有萬呢。好多忙呢，唔該生下來哦，頭前一畢業，馬上我來進行最杯麵館挑戰咯。我係太中譜，兩嘴運用接力嘅方式，就自家嘅口味，做出指定嘅菜色。喺之前都唔知接力順序嘅情況底下，兩嘴係咪會因為太緊張嘅殺亂紛紛麼？到底哪嘴仲係真正嘅一家之主呢？你誰來上菜了？好，各位最杯麵館嘅料理接力賽哦，先來公布菜色。乾燒酒釀蝦。酒釀哦。又食過，咁個冇做過誒。有剝蝦嗎？有蝦殼。哦喲，我點包哦。我們兩個先抽。來，你先來。好，第二隻。1、2、3，聽你嘅，唔係把蝦講誒。好。唔係。那可能就是我了。那一個，來，1、2、3，哎，準機呢！哎呦，好，我就慢慢播。好，不管因為呢，中國一真的決賽就這裡了，因為條前1比1哈，馬薩贏馬薩輸就會最後決勝負，馬上就會進行最杯麵館的料理接力賽。馬上我來進行就料理接力賽，第一棒呢都已經各就各位，好，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你要先看比較偏好嘞。走的，可以，就這樣，對。哦，這個蠻厚的哦。要等他用半條哦。伯謙，你為什麼不是先處理蝦子的部分？待會他來處理。嘿，因為記號會弄蝦講啊。哦，嘟好呢，你看，我就算過哦。好，放在那個。好，炸過來嘞，而且蔥發哈。對。手小心。你要這樣一直切，從尾就抽哎。看起來沒什麼看頭。哈。你看，我寫過你空哪個偏厚哎。我那邊厲害的，要煎呢。好，我們就先空改片好了。好，等下轉過來哦。我們先用麵線。麵線。我們要來煎麵線。不要吵人。係啊，動台上呢。在錄影 OK。係啊，哦，喂，咁乜解？我會按豆油。哦。該乜解要沙拉油係嗎？苦茶油。苦茶油哈。然後皮豆米頭咧。哇，用苦茶油。苦茶油給燃燒點下夠啦，適合炸。哎，對，沒錯。給有 omega 嘛解？omega 9。嘿，9最高的 omega 9。哇，好特別哦！牛摸醬頭油不好煎乾嗎？平年放去定型時候咧嘛，位置調整好，嘿，是按樣時候咧。好，剛才你等下張都轉來了哈，加油，好。張伯謙。乜嘅？因為哦，你切東西又來。那凍按太長就會凍酸頭哦。已經不凍嗎？沒去凍，真不凍豆，整件切到凍面。哎呀，是不是比你們快？很厲害。你還算唔得咧，你算加個米 QQ 誒。好，炸過來咧，蝦講啊，係啊。不然我先剪它的腳。好，你剪腳。剪須啦，須剪掉。頭尾。好，你也停。等下關音哦。你也剩一隻嗎？好，留給他。大概。你那個你可以做的先做。4、3、2。你第二棒嘛，阿哥問你，來接手，你射手哈，聽錯會射手哦。然後去背，開背要開背去上面哈。哦，睇我漸漸的蔬菜會剪貼啦哈。該炒蝦係嗎？係哈。都會凍你啊。挑嘿，
安宥娜，嘿，唔是严重啦，甜甜呢？是安宥哈。好，摸下掉剩孔盖片了哈。好。来看一下你这个镜头，访问一下你们的哈贡勇的安台扎。我们有诚意。它差不多咯。对啊，这个是要干嘛？还没，我也试过了。有哈。真的。哦，不一见扁哦。对。哦。要编吗？要。哦，你主会编呢？开个新一款哦。你们两个男的可以冷静一点吗？厉害哦。你这个要不要去肠泥？你什么时候对我那么好啊？听说我呀。因为他想吃我们的虾子。嘿，因为好台渣啦。哦，你有用苦茶油哦，那有考虑借我们蓝队一点吗？有办法。哦，走吧。可是这个是生的。Union Moisture 是做上个东西哦。等一下，他连这个盘子都要熟的哦。是熟的啊。哦，你主会编呢？开个新一款哦。你们两个男的可以冷静一点吗？都厉害哦。那边拿起来这边，你不要来，姐姐你放心，他真的可以。冷静，这边要翻过来，对，不用边吗？还没有。哦，面对还用面。很严重嘅，你都没摸呢耶。哦。要面之前吗？断下一张。还没，可以再一下，可以再一下。这样，你这个慢不够是不是？这个够吗？你看那个走马盖。好走马。你这个要不要去肠泥？好，你帮我去。你有厨师帮我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吧？啊，你都有哈讲的火背啊，用把去肠泥时候呢？对啊，去肠泥去肠泥吗？其实没有。总得了，冬天没总得。哦。哎呀，那我只好带过去了。哎呀，因为他想吃我们的虾子。因为好台渣啦。好了，真有。要倒变盲炒，所以我再让他定一下。哦，冇事，安用伊啦，先过去看一下，咱水等下转过来，好不好？不要拿我的虾子哦。好，真有。哇，先干烧对不对？有嘛个？先煎一下不？火要拿大冇，等下水熄火哦。我問一下，家下冇問到，你用唔用面板條來做啊？客家麵是板條啊。你好像外面在賣面的人。係啊，公面。你其實板條是熟的啦。係啊，拿塊來做的。啊，兩個是做的炒類嘛，哈。係啊。水有倒退的嗎？哦，我們的蝦公就裡面看起來差不多熟了哦。你水有倒退嗎？唔是哈。哇，用唔掉哦。那個蝦子該下去幹嘛東西嗎？用鹽，小烤油跟佢講係米酒，撈鹽，入杯鹽梅啊。咋個看一下哈？那個酒釀的味道都在會哪個吸掉了耶？挑啊。幹嘛冇調走挑？它的酒精會揮發掉，是不是？嘿，我們這個是有去汁的。幹嘛？辣椒啊，姜媽，撈蒜頭啊。姜媽蒜頭。馬上切到安酒啊。你馬上雪玲姐切的啊，味道呢哈。你馬上按醃刀切嘞。哎呦，謝謝你。好，我幫你打做佢哋啲狂雞片好咧。係啊。有狗類咧。我要乾煎蝦嗎？不用放油嗎？哦，油嗎？先放乾燒啊，然後再放苦茶油。哦，你有用苦茶油哦。那有考慮借我們藍隊一點嗎？可能沒辦法，沒辦法，比賽沒有辦法。苦茶油的營養價值是什麼？它是 omega 可以嗎？可以取代的 omega 可以嗎？可以。你有沒有看到我的面翻得多美麗？有啊，我們錯過了嗎？對啊。有考慮再一次嗎？很難。一集節目哈，你要苦茶油哈，會降低調燒嗎？會怕太不會，它是最耐高溫的油。哦，麻油就不耐高。哦，苦茶油做的。提上山，好，準備，馬上提上蓋。來，先接手好了。好，4，你看就5秒，2，1，好不容易。好，你也修，什麼偷偷撈起來？應該不用幹嘛的東西。這個片線煎是應該是有那個芝麻黑芝麻油的香氣才對。我不用對油都下不黑嘛。嘿，不給安香香的。啊，怎麼改摸幾塊是不用該嘛那個黑麻油？我幫你啦。按耐高溫吶。哦。給我老給有一些參與了啦。好來，你放下來，有不用嘛？後尾。你弄好嘞。犯規，嗶，我自己嗶。好，我們先過去好了。姐姐要注意啊，我出破來嘍。好，天數坑。哇，這什麼？炒板條。
哇，有点像是我小时候那时候比赛那一道菜。又强哦！哎，要不你收汁吧？干烧从在安豆水哈。对，要收汁。俺会咸扒个虾讲哦，减少减细啊，会吗应？该不会，你有好。如果真的太小的话，我去帮你偷2只过来。哦，我在这里。依家蝦講冇要啊，唔會再煮嚟食，是這樣一種清新體。 Yellow。哦，等先孔改片好嗎？等一下就挑了哈，好嗎？好。凉拌。哇好美。哇！哎，哦，都客家烘蛋你。看看刚才我们留下来的食材，哦，摸打松哈。完全没是一个全食物全营养的概念。我俩要做嘛个？哦，做等一下法。可是这个是生的。哦，用英模式是做上个东西哦。等一下，他对盘式它对也很在意。于盘子旁边的东西都要有热，一定要直到我他这边连这个盘子都要熟的哦。是熟的啊。調味嗎？哇！这个是哪里来的？没有，还没有。这个是你们七嘎周味吗？冇，买的。那水咧，所以你按差唔多咧嘛，係嗎？嘿，哦。哇！哎呦！做水咧。咩水愛？哎，因為叫啱下要一系列頭會不會冰誒？因為安尼吼，嘅酒精酒釀咩嘅酵素增含油啊，这样不会讲煮枪枪嘿，酵素太高温会揮發啦，哎揮發啦。對，那對孔改片咯。哎，你的没不差的。好吃哦。要不要試試看看哎，我等一下就可以吃了。 ？OK，好。好，倒数了哈。到了。天草马松的倒数10、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松就会吃困难最杯米一罐，奈不卡张黑你的胎重谱嘞。要吃料理拿出来啊，用煮真也会变落去的呢。黑了。我们这一组我真的要夸赞一下，哈不，我们这很多层次，有煎蛋皮，还有煎面，而且用的副菜有老马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它那挺水嘞。对，好了，吃困难。这个一定要给我们那个启梦哥，跟他一样高。哇，太高了，吃困难哦。来来来，很真的。哇！哦，给我辣椒酱。你总算店有卖会加加甘记咧，啊，都好甜呢。日本哦，来宾都按你的节目当播吼，做买个哈贡的料理哦。我们就是简单吃个味道，但是你们这一组我们坚持要吃完。我们是史上美食料理节目当中吃的最认真的，绝对不是浅尝。你看太考验他106总够耶，继续吃，某年要共发，也没有人要讲评，这都锵锵。真嘅係師傅你好生，你吃到咧？還好些了，滿意嗎？有更滿意，更滿意，更加少用之啲啊。對，冻豆千尺。那个面呢、有厚度，咬下去有一种扎实的幸福感。对，真嘅。好，我是南水嘅。来来，哎，没动台拍呢，该板挑。今天也唔讲英血哈。哎，你个哈贡虽然没按台渣咯，不过每一只都有精心的去背。哇，好香哦！哦，哎，那个挑木还干嘛的东西呀？味道好香哦。就走。韩国豆瓣酱。啊，铁板啊，难怪难怪。你要就走呢，较甜。你讲甜甜有味道也个海鲜饭，我做讲几张面头会平诶，古手给家改来调拌酱，然后给提出给个甜味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。我们的干烧真的很成功哎，今天就是照安用。好吃，用煮的面头都懂贴片，而且给它的用诶底度哦，这个一个用面线，一个用半条，都好都懂不？就要给种酱汁寿司的面头都懂沾的。好来，今早的时间马上就要逗留，先来抢齐师傅抢本分数。蓝粉，紧张了，紧张了，最后大一分了。家来看一下，谢灵姐抢分复数2分，结果咱是得到3分呢。对，先公平觉点啊！得齐师傅先公平啊！我煎的那么辛苦哎。冇啦，其實你使用班差別啦，甲蝦子梅頭，其實你嘅蝦子會從家已經開背，既然會做到cái酒釀嘅梅頭安樣，那是正常的安樣。啊，兩片呢，佢蝦講未做到好，因為佢還有加其他嘅東西，讓酒釀嘅梅頭調配得嘟嘟好，差別安樣，兩片都做得到好啦。
梁山英吉米拢犯了一个错误。啊？冇薄荷就唔错嘅。哦。其实酒酿糯白色的酒酿虾。 干烧酒酿虾，有的是有剥虾壳的，剥虾壳留尾巴。哦，剥虾壳虾头去掉，留尾巴，中间破背，还有到去小锅系炸过没做的，炸酒又炸啊过没做的，用酒让虾子一起融合在一起才是对的。我原本一样的意思是，叫虾公破背破当称，那下称到又硬米落去，就做的就唔会输它。亚出料理讲真嘅，其实我觉得亮煮煮真嘅表现的时候，不是我要自卖自夸，而是用来风水按钮的方式。因为古道基定才专业，吃到食物原来的营养，还加又吃到空间。所以讲下一次我们不管怎样，都会大口的把卡就豆米头，比较能够吸收酱汁味道，也是对的。但大家今天互相学习哦。好了，今天蓝水得到3分，风水得到1分。蓝水就得到3000票价台机。 哇，风水厉害耶！这众酸送出耶！西泰式多功能露营刀具7件组，有天哦！哎，昨天换皮了哟。就去露营的时候当旁边，全部还有带灯吹，这真的是替拜送出一哦。去露营的时候，很多反应没昨天拿出了容啊。而且只有一组，所以你们姐妹淘要 Q 她去露营，才能聚在一起哈。恭喜恭喜！ 你下問一下吼，高顏值到身高非常高嘅阿哥，你講一下，今日攞個流量啊？頭一個盡來交朋友啦，頭一個交流啦，交朋友安尼啦。咱做咧得獎金係嗎？明玉姐，我大家講一下今日心得到感想。呢度倆又好食又好拿，還又鮮好靚。係啊，你看上擺又來，啊2擺又來，啊千位傳統到冇？ 按9樣攞100，冇險到啦。啊，韓白漲來啦，吼，好不好？繼續賺。好，好，恭喜恭喜。好，講一下依婷姐老太太講一下2擺參加嘅心得。同嘅主廚啊，哈，好多幾道東西觀念。哎，頭屋卡都各位煮啊，一家之煮啊，哈，來到哦，原來是要這樣按來煮。 啊，那個米多張一批，安尼。對，有好多東西。有好多東西。所以說可以嗨。好，小珍姐老太太分享一下2擺參加的心得。很好玩，很好玩哈，而且難得可以跟姐姐一起來比賽，對不對？好，今日這個呢，東後的幾飛做等看。 頭前呀出料理，老出料理，兩組的表現方式都會非常戰鬥誒，而且呢，有做得有一些創業變化，本體真係強下來學習。最主要嘅係講，唔單止食了好食，還會食了空間哦。所以到呢個節目吼，師傅會教你做東西啊，不過唔單止按用聽哦，你咪做啲好多新嘅東西，健康的一些營養知識，所以歡迎吼大家強下來報名參加哦。我們超一家自助電台起家，積極來報名，強下來挑戰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